表示无希望台湾走向独立。总统赖清德昨公开说明台独两大意涵，强调捍卫中华民国的宪章无台独问题。台北捷运新义线东延段初勘的结果有4个项目需要改善，准若顺利6月底进前就通通车路。昨有一个查甫人违规骑电动厨房车，去离到第68线出车祸，尾随验出伊酒测值超标，依照公共危险罪甲上班。立法院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假毒赛车有风机压，伫咧5月15已经正式生效啊。高雄就有一个查甫人5月14日下晡涉嫌假毒赛车，去弄到一个80岁屋子上，尾手因为伊重伤转过身去，检方照发升压核准，正做全国头一例。白色修理车对弄骑机车人了后，无停车查看，结果继续往头前驶，一直到有人6起闸才停落来。黄长龙80岁老先生受伤重，送医了后死亡。砰一声，然后我转头看，就看到车子在阿伯掉下前面，在他的车头，然后碾过去，然后碾过去，他继续往前开，他有一个年轻人追上去，去挡他。这是下昼3点多，高雄香港区高雄路甲3田路口发生严重车祸意外，附近的民众拢出门关心。警方随即对惹事的查甫人实施毒品喙瘾快筛甲尿液检测。涉事查甫人涉嫌毒驾惹事致死，检方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扩大有风险羁押适用范围，向法院升压核准，正做全国修例。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今年3月，同款伫小港区姓杨查甫人毒驾冲浪骑机车的女子死亡，老大3个囡仔引起社会关注，而且这2年毒驾案有增加趋势。除了扩大有风险羁押新制实施，警政署也公布新作业定数，疑似毒驾快筛阳性，会当以现行犯逮捕。检警拢强调对毒驾强烈执法一定严定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间旅行社，就咧要出团进前的前10天，才甲人讲啊，雄雄宣布要关门啊。有真侪人是已经报名，这行程全受到影响。消保官是提醒讲啊，这受到损害旅客相关的物件，就要传好势，才通申请赔偿。日本福冈有好食的料理、美丽风景，真侪台湾旅客爱去耍。有一位陈小姐，甲一间旅行社报名5天的福冈居家照行程。要无伫出发前10天，才接到旅行社业务通知讲无有境停业，唔知如何是好。3月中的时候就跟他们确定说我们要去，然后我们是5月26号要出发嘛，然后我是礼拜5的时候才临时收到威顺的业务跟我通知说威顺已经停业了。陈小姐讲，这个团是这间旅行社甲其他旅行社合并出团，旅客团费拢已经纳入。不过伊报名这间旅行社应该付予出团旅行社的钱拢无6000，甚至团讲停业。伊伫网络顶问，发现有10几个人拄着甲伊同款的情形。实际来讲，伫台中的总公司，因为是假日，其办公室的电铃甲卡电话拢无人用。大楼的保全讲，这间公司最近看起来拢正正常。那他们公司的运作都正常吗？人员出入正常吗？正常。正常哦，公司运作正常，人员目前。台中市消保官讲，即马消保系统还未收到正式的申诉案例，也会概率了解。屏保协会希望受害消费者，即马上重要的是保全证据甲相关的单据，依照正确的公道保障家己的权益。那可以将履行契约书还有代收转物收据把它收集好，那跟屏保协会来联系协调，然后未来呢来协助说开始用转团，还是来申请了履约保证保险的保险金的给付。消保官讲，除了屏保协会，受害旅客会当向行政机消保申诉系统提出申诉，用制度化要求赔偿的公道，尽可能减少家己权益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捷运信义线东沿段初勘的结果出来啊，有4个项目呢需要限期改善。台北市捷运的工程局表示讲，会赶紧来处理，要拼6月底进前会当顺利通车。市府这边是评估，准若顺利通车，这逐天的运量会当来到1天2万人次。台北捷运信义线东沿段工程经过我8年，这条路线虽然全长只有短短1.4公里，增设一站公主丰田宫站，也毋过因为地质条件复杂，开挖深度挖地下10站楼，会当讲是北捷史上上有挑战的工程之一。即马主体工程已完成，特别通车前会初勘，并对刷落来的欠点改善时程。工程单位讲时间真逼。一般依照以往的案例，我们初勘完的这个相关的缺失改善，还要报布，它一般就会需要花到1个月的时间。那我们会尽量来赶，希望能够还是以朝向6月底通车为目标。通车目标定伫6月底，代表改善作业要甲时间走小日。初勘结果有4项需要愈勘进前改善，包括车站甲饭坑的设施设备、标示标志、站外广场甲转乘设施、消防检查，也有查证甲确认报告应该改善事项。另外，还有3项一般注意改善事项，会当伫履勘了后陆续补强。履勘的程序会跟我们初勘的程序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它是交通部聘请的委员。这4项是履勘前应该改善完成的。那刚刚媒体也有问，一般注意改善事项3项，那这个是履勘之后可以陆续改善。公主丰田宫站市区位的人口密集，那有公主下体、信义区行政中心，也有新宫中心丰田宫。市府预估通车了后，每日将会当带来2万人次的运量，未来也会当进一步透过东环段串联信义、南港甲内湖3大交通段，缩短通勤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伊34岁，昨暗透早4点多，违规甲一台电动的厨房车骑去哩台68线东西向的快速道路，因为天要未光，视线无讲盖好，伊转去互后面的一台轿车弄一个飞出去，真严重。好佳在啊，送病院了后，人是无性命危险。不过尾手验着讲，这个骑士啊，伊奔放酒测值超标，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改上班。赛车驶到一半，头前雄雄出现一个人伫路中，轿车未护线，直接弄落去。详细看，互人弄到的人是骑电动厨房车伫快速道路顶悬。代志发生伫礼拜早起4点，在68线东西向快速道路。来到现场，会当看到姓陈的查甫人，伊的鞋仔搁留伫现场，伊人互人送病院。好佳在无性命危险，但经过抽血，发现酒精浓度0.9，警方依法上班。真男酒精浓度达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就违规骑乘电动滑板车进入快速道路部分依道交条例举发外，酒驾部分将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警方初步判断，伊可能是酒醉，才甲电动厨房车骑去哩快速道路。警方也提醒民众，无论是动力机械，也是个人行动器具，包括动力运动休闲器材等等，也若是啉酒了后使用，同款会罚刑法的公共危险罪，因为无挂牌就未罚。警方呼吁。电动滑板车不得行驶于快速道路等进行路段，亦切勿酒后驾车，以为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也若互人弄到的查甫人是安怎会骑电动厨房车上快速道路？详细原因，警方讲都要等伊清楚了，才有法度讯问去厘清原因。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中有一个查甫人出门运动，煞去后路口牵伫咧半空中的一条烟线，挂着暗影，全漏火漏地。事后啊，去报警察，通报相关单位，毋过啊，煞咧互相下提责任。市府表示讲，这条烟线本底是用来吊告示牌的，有可能是去互吊工破坏去啊，会阁请警方来调查。展现前露出阿妈棍的上裙，也有明显的乌青肿起来。三人想袂到，伊甲平常时共款出门夜走到一半，竟然互路边的烟丝所好，互伊漏火漏地，紧急去病院挂急诊。当然是很生气的，因为当下我完全不能想到说为什么会有人在这种地方绑铁线，而且竟然刚好是在人脖子的高度，也就会让人想到那种什么之前夺那个终结站，还是那种很恐怖的那种情况。
生气这意外，互伊愈想愈生气。这个代志发生的地点就伫台中文心路甲山西路交叉路口、延西白堤路口顶条之间，因为管道差不多是大人阿妈棍的管道，加上迄时阵天色正暗，互伊无发现走过去的时阵，互延西所后，佮差点伤着气管甲主动脉。了后，伊去甲报警处理，指控市府各单位送来送去，也去里长办公室တင်情。虽然延西已经拆掉，毋过里长依然伫现场有黄色封锁线，提起民众注意。台中市府新建工程处回应，工程改造告示牌原本挂伫私人土地附近点头设立监视器条啊顶悬，毋过最近牌面已经无伫现场。厂商表示已有遭外力破坏情形，已报警协助查明，并派员巡查及清除现场可能残留铁丝，后续将持续追查原因及厘清相关责任。台中市警局回应，到场了保留相关证据，调监视器第一时间排除翻过现场的延西。毋过暗时走到一半，所互延西所好，也互民众去甲讲，伫台中暗时咧走是咧算命。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表示讲，无希望台湾走向独立了后，咱的总统赖清德昨公开说明台独2大意涵，强调是台湾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还有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边是互相无隶属的。伊搁卡伫咧社群平台强调，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无台独问题。毋过这是去互国民党批评，赖总统用中华民国来偷渡台独。指出讲啊，若照宪法，两岸并是国甲国之间的关系。伫咧美国总统 Trump 表示无希望台湾走向独立了后，总统赖清德17公开说明台独2大意涵，做出明确的定调。所谓台独这2个字的意涵，其实是在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大家要了解了。台独2个字的意思，其实是指这2个内容。赖总统煞尾嘛伫咧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无台独问题，强调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毋过国民党指出，根据宪法，两岸毋是国甲国的关系，批评赖总统用中华民国偷渡台独，冒立委质疑民进党是安怎无要甲台独党工抬掉咧？台独党纲可以下车了，我们呼吁赖清德总统借这个时机看到国际局势的变化，台独党纲就废掉吧。并没有赖清德主席重新定调的问题。其实这些都跟民主进步党我们的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内容是完全的相符的。民进党1991年修正的党纲是主张制宪建立台湾共和国，不过到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是写讲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宪法顶头是叫做中华民国。主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管辖权的，前途是2300万人来决定的，是民进党目前主流的论述。赖总统趁这样的一个时机，把他的一个相关立场再做一个更清楚的澄清。那希望说能够让台湾的整个社会能够有所团结，大家能够有共识。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有所了解。学者就认为，赖总统已经宣示足侪摆，无另外阁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选伫咧传习会了后，阁再强调台独，都是希望互国际社会清楚了解咱台湾政府的基本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方面的消息，咱先来关心中东的局势是继续伫咧抢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有一座核电厂，这个月17去红头一届，互无人机来攻击，引发火灾。好加在这辐射无外泄，无造成任何伤亡。另外，伊朗嘛继续放出强硬信息，毋那国营的电视台出现主持人亚庆的画面，佮拍算讲要针对通过荷姆兹海峡的商船，拢爱收保费。阿布达比西部的巴拉卡核电厂外围一座发电机17互无人机拍到起火的，无人无人员伤亡。辐射监测值嘛无各样，这是美国甲伊朗2月开始战争以来头一摆有核能设施拄着攻击，引起国际关注。市场烦恼中东局势会搁再升温，国际油价对得起超过1%，是近2礼拜来的观点。This is a major issue for the UAE, as the Baraka plant and its 4 reactors provide about a quarter of all electricity for this country on the Arabian Peninsula.
阿联官员表示，因当咧调查这件攻击的来源，佮强调阿联完全有权对这种恐怖攻击做出回应。国际能源总署 IAEA 表示，紧急查油发电机目前当咧供电予核电厂的3号机组，呼吁各方伫任何核电厂事故位，拢应该遵在军事行动到上佳的程度。沙烏地阿拉伯是表示，因攔查3台為伊拉克領空進入的無人機，佮警告會採取必要的軍事行動措施，以回應任何侵犯主權佮安全的企圖。伫這進前，伊朗國營電視台15日的直播節目出現主持人伫攝影棚內底向阿聯國旗開唱的政治畫面。根據伊朗媒體的講法，這個單元是配合近期推動的全國志願動員行動。官方宣稱，目前已經有超過3100萬人報名，準備投入對抗美國佮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另外一方面，伊朗官媒法斯新聞社報道，伊朗要啟動核武器保險計劃，要甲通過核武器海峡的商船收保費，保單的費用以加密幣計算，預計通為伊朗國庫帶來100億美金以上，超過新台幣3160億的收入。美國總統川普17日自家社群媒體鋪文，警告伊朗時間長咧到達，呼籲伊朗領導人上好趕緊行動，若無可能會全部輸了。美國媒體報道，川普預計拜二甲各界國安顧問會面，討論針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的選項。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是要伫18甲川普通話，雙方可能會針對伊朗情勢交換意見。公視新聞陳秋梅編譯。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布，非洲民主剛果也有烏干達爆出伊波拉病毒，已經造成88個人死亡，列做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的緊急事件。咱台灣嘛，甲這兩個國家旅遊警示提升到第2級注意。剛果民主共和國爆出伊波拉病毒，主要集中佇個東部伊圖里省，其中包括魯瓦巴拉、蒙瓦盧甲新會布尼亞等地。剛果衛生部昨日證實，實驗室上新的檢測已經確認有8例去挖到本地布膠型伊波拉病毒株。民主剛果東部甲盧安達相接的大城市戈馬已經出現病例，首都金哈沙也有確診的病例，離爆發中心1000公里，可見這病毒已經傳真緊啊。官方坦白講，實際感染的狀況恐驚比目前的數字要更加嚴重，引起民眾的煩惱。On a peur, comme une personne humaine, parce que vous savez, nous avons des enfants, ils à l'école, alors ils racontent quand même beaucoup de gens, et on ne sait pas si réellement ils peuvent y arriver quand même à raconter qui. 伊波拉病毒株有6種，其中5種會活人。上致命的是薩伊病毒株，致死率有90%。捌真濟屆佇民主剛果等地造成大疫情。因為這屆感染的是本地布膠病毒株，2007年佇烏干達頭一屆互人發現是較新的病毒株，致死率有50%。因為這屆的源頭，那像就是一個佇布尼亞福音醫療中心上班的護理師。這個護理師發病了後，直直發燒、吐、出血，身體也真虛，是典型的伊波拉的症頭。落尾已經死亡。歐洲也引起更較濟疑似感染的案例。伊波拉是高致死率、病毒性出血的疾病，主要是透過接觸血、分泌物等等，也是感染到野生動物傳播。嚴重的時可能造成濟器官衰竭加大出血。I think that the solution to this would be for us to have tests that are cheap, affordable, point-of-care tests.Which cost very little money, that anybody who comes in with a fever, we can test them. 因為部分感染的地區醫療資源欠缺，衛生條件無好，病毒來傳去是真惡控制。事實上，民主剛果直直是伊波拉疫情的重災區。1976年頭一屆發現伊波拉病毒以來，這已經是當地第17屆大規模的爆發。雖然世界衛生組織認定目前抑閣無屬於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無需要把邊界關起來，也毋過會繼續追蹤疫情，評估敢有需要進一步提供國際醫療援助甲疫苗資源。真濟公衛專家警告，若準病毒無通好及時控制，無排除會變作是跨區域甚至是跨國傳播的危機，擱再衝擊到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公視新聞景元瓊編譯。因為即馬喺古巴當地能源大欠缺，因為美國加強對因封鎖，賣互因進口能源產品。即馬古巴的首都哈瓦那，逐工講停電攏停22點鐘，民眾無法度過日子，真受氣，上街頭來抗議。一大堆民眾一直講換頂面桶，按民網行起啲街路，而且甲路種小條來解氣，新生的火光變作附近唯一的光源。古巴對今年1月互美國制裁以來，是陷入欠能源的困境。首都哈瓦那這禮拜是規工攏熄電，會使講是幾十年來上歹的狀況，互民眾攏在嗨。Estamos
reclamando el derecho a que nos pongan la electricidad, que llevamos más de 40 horas sin electricidad. Vivo en una comunidad donde hay muchas personas mayores, muchas de ellas encamadas, hay muchos niños, la comida se está echando a perder dentro de los refrigeradores. 进前古巴的能源部长是对外宣告讲，国家的原油和柴油的库存拢已经无啊。古巴的电网即马当时危急的状态。La Habana sin nada de combustible, la generación distribuida sin nada de combustible, y mientras más débil está el sistema electroenergético nacional, más tenemos que regular los parques solares fotovoltaicos, que ha sido la potencia nueva que nosotros hemos incorporado. 古巴过去长期关岛瓦克为来瑞拉和墨西哥来供应原油，但是对1月美国的总统马杜罗和美国逮捕了后，这项供应都伫美国的封锁之下规个长期，川普甚至是威胁甲古巴运油的国家会受到关税的惩罚。所以来，川普政府因为人道的考虑，伫3月底点头放行路西亚的油轮，再运73万桶的原油给古巴。不过，这间内当满足因几礼拜的燃料的需求，燃料用料加上欠食品药啊，嘛加深人道危机。Our position in relation to the sanctions in Cuba is very clear. There is a resolution every year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that consider those sanctions to be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obviously, we are very worried with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Cuba. 川普过去捌严肃批评古巴是失败的国家，伊伫出访中国进前伫社群媒体发文表示讲，古巴当寻求美国的帮助，双方会做对话。面对古巴伫美中路的地缘政治角力之下安怎发展，正受国际关注。公司新闻张惠美编译。台湾已经小30档拢无受到世界卫生大会 （WHO） 邀请咯。民间即马是自主去到当地发动大游行，外交部抑个卫福部嘛联手头一届举办智慧医疗展，希望向世界来展现咱台湾的医疗成果。The War for Taiwan， 台湾 for。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常务理事苏淑华带证人化口号，大家疫国旗继续前行。伫 WHO 开幕进前，海内外民间团体去到瑞士 Geneva 发起 Team Taiwan 挺台湾大游行，现场也唱望春风，甲爱拼才会赢，要用熟悉的歌曲，互大家听到台湾。三分天注定，四分靠打拼，爱拼好才会赢。若民间有活力，官方也有动作。外交部甲卫福部伫当地举办台湾智慧医疗甲健康产业展，甲台湾的 AI 应用甲智慧医疗成果搬起到国际舞台，用科技实力拍拼突破限制。Promote Team Taiwan in its medical diplomatic efforts, and we are very confident that Taiwan can ass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health and smart medicine globally. 透过展览，互大家看到台湾的医疗论性。亲身去到 Geneva 的卫福部长赵宗良，也同步甲国际社会发出关键呼吁。I therefore urge the WHO and all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uppor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HO as an observer or member. Inclusion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the fairness, but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lobal health security. 台湾医师会也伫当地举办 WMA 早顿交流会，世界医师会会长顶人公开小听，也肯定台湾伫公卫政策甲防疫的经验，佮较讲台湾无应该变作是全球健康体系的死角。对民间街仔头游行、官方科技展，佮到国际医界的实力外交，各界拢咧拍拼，要用行动来证明台湾将来毋捌缺席。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消息来讲啊，昨昏高雄前镇有一间新的宫庙落成，要办绕境的活动，不过呢，煞出现一寡乱象。虽然讲啊，庙方有申请路权，不过炮啊放伤多，有一寡本数的问题，佮出现讲啊有真侪件交通违规的案例，举发总共有26件，拢爱接罚单。工作人员沿路点烟火放炮啊，规条路拢封起来，现场是烟蓬蓬。民众投讲，烟火炮啊放超过1点钟，放烟火地点伫高雄前镇区兴旺路甲兴平路交界。17暗头啊，当地有新宫庙做庆城举行绕境活动，用2台大车环停封路，放真侪烟火，为暗头啊放到半暝。10月下早去现场看，放烟火了后的粪扫堆干啊细粒山，有个是讲会有清洁队员来清运，附近厝边嘛无用咧摒扫。规个拢用蓬蓬啊，放甲像小只。
里面窗户都关着，还是会有闻到。还好昨天晚上风向是吹那边，不然我们这边更糟。警方回应，这场活动有申请落款，不过嘛有出现几6项违规，会开出26张罚单。环保局会针对放炮的烟火产生明显空气污染，佮有炮杀无摒扫等情形，涉嫌违反空污法、废氢法，裁罚共计3万块。燃放烟火过量、交通违规及超时活动情形，警方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共计举发26件。因为其实人有叫咱斗相共，咱嘛真正种热情啊，可是咱造成我一大困扰。庙方回应，为着恢复市容，供庙志工为活动结束摒扫到半暝4点，嘛伫摒扫的时甲厝边头尾回失的大量烟火是来祝贺的友公所放的，事情因唔知，造成政绩嘛好好面对裁罚。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布袋新闻嘉应庙因为冲水路迎大天顺手客王的文化真出名，不过庄内有一个女性伊去无注意到庙方的提醒，家己转走入去迎接大天顺手的水道内底，唔但对这个仪式无尊重，佮卡着100年传统的禁忌，引发地方讨论。嘉义县布袋新闻嘉应庙，即几天冲水路迎客王的宗教活动，去互人发现讲光桥的桥板内底有女性缀咧落去，拍破变200档女性袂当落水的传统，地方民众拢感觉无法度接受。我过来这已经40几年了，主阮公公的口中就说过了，客王是足神圣的哦，啊，阮这女性袂当去就是袂当去，如果会当去，阮光桥板早就会当落啊。啊，因为王爷公受气。啊，阮这庙的技术人员认为讲，阮应该原来做一个动作出来。啊，第二，阮嘛是要强调，互阮庄的乡亲大家搁再提醒一下，吼，讲这个传统、这个禁忌，大家爱遵守。阮嘛无注意呢，阮嘛唔知影呢。伊风啊呢，阮嘛唔知呢。伫庙内打广告甲伫网络发文，庙方除了真重视以外，嘛希望犯着禁忌的人会当家己出面来解说。不过，伫网络顶面嘛出现男女平权的声音，认为应该爱用多元的角度甲看法。哦，虽然这是一个现代社会，不过我嘛希望咱台湾社会其他的所在的咱的同胞会使尊重阮身份证、阮的传统，希望讲莫用这恁的角度来看阮。因为男女平等是即马才有安尼，办事别个代志你会当男女平等，这种王爷的事袂使哩。庙方即阵若是外地人落去水道，是庙方无宣导，爱家己来负责任。但是即个落去的人，若是在庄的人，佮捌是庙内的主委，这嘛是在地信众无法度接受的原因。庙方就表示，信仰的传统可能甲现代观念较无共，希望社会会当来尊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苗栗竹南有民众指控讲厝边定定甲伊饲的狗甲拍甲苦毒，而且甲关伫咧下尖尖的铁笼内底有3年时间遮长，伊去向动防所来检举，结果这个去互指控的主人讲是狗比较较急性，定定会吠，毋则会甲关伫咧笼内底，背后有苦毒的这种讲法。目前这只狗已经被动防所扣留准若确认有违反动保法，就会甲主人罚。一个查甫举棍一直对铁笼讲，甚至佫举扫帚对内面卡棍下，内面的狗无法度反抗，敢若会当一直解。民众佫翕到迄只狗互人用铁链连累，根本无法度震动。苗栗竹南有民众指控，厝边对2023年开始就一直有疑似虐待狗的状况，已经坐解去甲苦劝。对方虽然表面答应要改善，不过也是继续有状况。嘛，指出迄只狗大不是一直解，伊嘛捌向动保所检举几啊解，说拢无效无实。那个影片是他已经虐待了将近快1年多了，我才检举的。其实他们已经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虐待那一只狗了。一直挨，一直挨，一直挨。晚上的时候也一直挨，一直挨。半夜3点多。实际来到这名饲主的徛家，饲主表示，狗是3-4天前领养来的，目的是因为想要吓惊贼啦。不过因为狗个性较敏感，烦恼会影响厝边，才会凊彩摕物件要阻止狗叫，无承认伊有咧虐待狗。那个动作就是我们在喝止它一直叫，因为这个叫其实确实已经去影响到街坊邻居，我们也被邻居做了检举。那所以他现在叫，我们会很担心去吵到邻居。
裁罚最高虐待动物的部分啊，就是违反那个动保法的部分，最高可以裁处7万5，然后动物可以做没入。那我们一定要事证明确，相关的资料齐全，我们一定会做那个后续的裁处作业。苗栗县动防所初步并无发现有虐待狗仔的行为，而且投诉的民众提供更较侪具体事证。动防所表示，今年3月，这名饲主有黑白偷放狗仔的行为，已经甲开罚3000块，目前已经甲这只狗仔扣留，后续会确认饲主是毋是有违反动保法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欣宜天然气公司向宜兰县政府申请，要伫咧宜兰市罗东镇内设立公用的天然气事业。根据业者的规划，这都气槽要设伫咧宜兰市一个五吉乡，6月初3会来办说明会。不过五吉乡的这个民意代表认为讲，业者要甲都气槽设伫咧五吉，却无爱互乡民来接管，完全无合理。厝林拍开雅士炉到炉仔火通用，不过宜兰到今也是只有桶仔装的雅士。因宜天然气公司甲宜兰县政府申请伫宜兰市罗东镇设立公用天然气事业，也就是咱讲的自来雅士。这是宜兰头一件申请案。宜兰县政府预定在6月3号邀请大家一起。来进行相关的了解。业者初步规划天然气事业的雅士槽，预计设置伫宜兰市甲五吉乡。不过有5吉的民代认为，业者甲雅士槽这款让人气险的危险设施设置喺5吉，所无要提供乡民接管，实在是无天理。如果储气站用在5节，它的管线呢要经过5节的时候，必须考虑来也覆盖率要把5节乡、5节地区纳入考虑。民代除了希望业者把雅士槽的安全问题顾好，嘛爱扩大天然气接管的范围，互5吉的乡民同款会当使用天然雅士。民众嘛希望天然气会当赶紧接管，互生活会当较利便。你会觉得有天然气会不会比较方便？当然啦。怎么说？我现在在等那个瓦斯桶啊。如果有天然气的话，如果有天然气应该比较方便啊，不用没有瓦斯的时候还要叫瓦斯啊。针对这个案嘛，互部分桶装雅士的业者反对，认为生理会受到影响，争议是未少。业者预计伫6月初3伫宜兰县政府召开说明会沟通，县政府表示已经通知相关的民代甲工协会，到时希望业者甲地方会当好好参详。记者综合报道。高雄镇定，因为外港口阁是加工区的所在，常常有看到大型的车伫咧出入。不过嘛出现讲有一寡交通事故。镇定分局呢，最近实际上有驶一台蓝马控的车去到社区，安排民众来体验，了解讲到底什么是大车的视线死角。弟弟来，你有没有看到前面有没有？明明车卡拢是人，不过坐伫咧蓝马控车驾驶座顶悬的囡仔兄都是无看到。高雄镇定分局统计，去年因为大型车事故受伤的40岁以上的有24个人，其中55岁以上的都占17个。为着要让民众知影大型车辆有倒几大视线死角，最近因实际甲蓝马控车驶来到社区，和大人囡仔一个去伫试坐体验。未少民众体验了后才知影，家己平常时骑奥多摆甲大车对调调有偌危险。里面一个爬去哩参悟，他们因会感觉讲头前有诶视线拢看无边仔，拢看无，所以咱尽量袂使踮大车诶边仔甲头前视线10公尺以外才可较会驶进。少年较冲动，拢会开足紧诶。因妈妈特别互伊去看，看落来了，阮问遐个小朋友讲，你有啥物感觉？伊讲，真正拢看无呢。分局表示，镇定遮外港口阁有加工区，大车出入的数量真侪，只要发生事故，人甲车拢真伤重。因除了办这个全国头一场的蓝马控车试坐体验以外，对1月起也来办理大型车辆的处理专案。到4月底，拢总处理2216件违规，比去年同期加600多件，也和事故率降低7成。临时有事故，也是有啥物原因停车虽然是3分钟、5分钟，但是对其他的用路人影响真大。目睭看会到的部分有去改掉，所以针对大型车的临时违停，阮绝对会加强处理，避免事故。镇定分局表示，交通安全袂使干那画口号，透过实际体验，互民众知影危险藏伫咧倒位，也可因真正理解为虾米爱甲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记者柯家族副朝阳高雄场报道。
美伊战争又搁伫咧搭甜，国际油价啊，即嘛是称悬。顶礼拜五，美股的四大指数拢落，连带去拖累着亚股。台股早盘上低达到40170点，落超过1000点。专家是表示讲啊，台股若要落破4万点，这机会无悬。全市会计数，也毋过因为无释出有关科技业的重大利多消息，加上中东情势搁升悬，国际油价起，拖累顶礼拜五美股四大指数落盘，也拖累拜一亚股走势落软，日股早盘捌跌超过3%，韩股早盘捌重跌超过4%，10点过了后跌互收煞。同款开价震动的台股早盘上低捌40170点，跌超过1000点，失守41000点。毕竟指数已经接近4万点的整数大关，这个地方除非说国际上有出现重大的利空，否则的话呢，指数要一次掼破4万点整数大关的几率并不是很高。最近的下跌，我认为呢，充其量是涨多之后的整理。拜一台股加权指数跳空急杀，也毋过落盘走势渐渐缩小。观察类股表现，科技股走势较弱势，包括台积电早盘上低捌2215块，跌50块；台达电早盘跌超过2000块，上低1985块，跌90块。也毋过在港通讯甲 PCB 等股价是弱势优惠，专家认为资金并无退出，只是为高基期股价流向低基期股。另外，劳动部十八公布，国内上市企业实施无薪假状况，比顶一摆数据实施无薪假间数减少10间，人数降313人，主要原因制造业中的金属机电工业订单回稳，也毋过中东战事看袂到好解情况，那是冲击全球经济，通膨警讯也来响。台湾的部分呢，比较是偏向所谓的输入性通膨，也就是说，台湾的外部的原料一涨呢，台湾就会被所谓强迫的被动承受。欧美市场的这个消费如果开始转弱，那当然也会对台湾的出口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学者分析，都惊未来出现停滞性的通膨，也就是油价维持高动震动。央行万一阁唔敢降息，全球需求转弱，台湾可能面临经济放慢。也毋过物价煞无明显落盘，民众经济压力恐惊会直线升悬。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对2009年正式实行两公约，今年第4届两公约的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伫咧15结束啊。国际委员有针对人权、司法改革，还有劳动保障这个方面来提出意见。有民间团体指出讲，这国际委员大多数拢无注意到独尊华语的霸权，对关注民语、客语甲台语的人权侵害。今日嘛，甲各团体出面来表达诉求。两公约第4届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第15结束，国际审查委员会就台湾政府对人权、司法、劳动保障等的落实状况提出意见，做咱未来改革法制甲政策的根据。但是有民间团体指出，台湾为权时期以来，战后国语政策的文化清晰遗留落来语言歧视等等，国际委员多数无注意到独尊华语的霸权对原住民语、客语甲台语的侵害，这毋若违反嘛是违背两公约的。就希望就是讲，除了原住民语地以外，咱希望台湾其他本土语言，尤其是台语，咱这个以早的台湾社会的通用语，希望这个过去受华语独尊维权的这个违法政策，会当足侪层面拢来改革。咱希望会当佮补充，互专家了解。民间团体指出，维权时期的国语推行办法和国语推行委员会组织条例拢已经正式废止，保证立法、教育、国家考试等等各领域，煞把华语看作唯一的标准。因认为应当互其他国家语言有平等的机会。2019年，咱也开始实行国家语言发展法，要保障语言平权。民间团体诉求，在义务教育甲华语改做选修，保障人民通以华语以外国家语言接受教育。看待这个语言复振的这个代志吼，这若是讲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拢是共款，你甲想看嘛？咱就为学校来讲，咱自细汉伫咧学校，逐句拢是爱讲中语。这个可能搁20年后，咱的这个所有的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可能就会拢消失，这大家拢知影的代。兵团指出，多数人纳税金互政府，所在成长的过程，在制度内底一步一步写入台湾人家己的语言甲文化。因呼吁政府应当积极修复维权遗留的下世代人权侵害。针对国际审查，法务部表示，会请各主管机关甲具体改进对策列入追踪，互两公约的保障精神通落实在各层面。记者卢尚如、王志光台北报道。
环境部即马伫咧设社区绿能促进计划，结合企业伫咧宜兰一间长照中心来建置太阳能系统，成做公益的示范点，互民众直接用会到，会当来提悬因参与绿能、落实净零的意愿。 全球拢咧提倡减碳保护环境，环境部拜一公布社区绿能促进计划，毋但要发展绿能，嘛要培养减碳绿能人才。即摆结合企业资源，伫宜兰一间长照中心合作做公益示范点，互社区有机会家己规划用电。有一天晚上停电了，然后我们的发电机又没办法发电的时候，那怎么办？太阳能又有一个储能，因为在我们长照机构最重要的就是24小时的维生器材，尤其在抽痰这一块。 环境部讲，这回选择甲长照中心合作，是因为这款场所对电力的稳定要求较悬。譬如讲，抽痰的设备若拄着失电，对时代影响是真大。这个计划嘛强调由顶站到下站的方式，毋是像过去为顶站撒落来，反倒是透过社区的示范，互居民看得到、用得到，进一步提高民众参与绿能、落实净零的意愿。能减碳的部分啊，那以往大家都认为说，可能是由上而下。 能源能够在弱势地区，在韧性方面得到加强，而且由企业这边来投入。那太阳能促进计划甲建置做这道的过去拢是男性占多数。环境部即摆社区绿能促进计划，透过提供托育的服务，支持女性佮有照顾家庭需求的人，有机会加入这道，而且为去年9月开始，计划已经培训64个学员，女性占62.5%，弱势背景的学员嘛有34%。毋望绿能产业没有任何的族群，互人闹交气。记者吴正阳、谢桂玲台北报道。 观众朋友敢知影，上早透早这鸡仔咕咕咕一直啼咧，其实这是一个台湾的传说，故事号做六角行高歌，中华二林的红武机关布袋戏团表演这个故事已经10多档了。顶一日因是专工去到南投来表演，用趣味的表演方式来讲台湾的故事，嘛传达信仰的重要性。有脚，两角我咧。 你头壳顶是牛角，你咧，我无半只角啦，对啊。六角行高歌是台湾民间的传说，故事讲古早原底鹿角是无角的，为着要参加动物的选美比赛，甲狗这个角嘛拜托家大兄来做保证人。我即马招你，你当时要行我，后日我比赛煞马上行你狗角。 是讲几档了，我招你伊会行哦，你保证人哦。是啦，我保证人，安尼好啦。这条角的鹿啊，有影去比赛就摕到冠军，嘛因为真享受大家的娱乐，无想要甲这对遮水的角行互狗仔兄，尾啊就走去深山哪来去比起来。家党的因为做保，狗仔兄找鸡仔算数，所以鸡仔开透早第一件代志就是六角行狗歌一直提。我会讲互全世界人知影，我即马透早起床第一件代志就是跳去厝尾顶甲喊六角行狗歌，六角行狗歌。这出布袋戏是红武机关布袋戏团的作品，团长讲这出戏已经表演10几档啊。咱透过动物咱家己有一个形象做这个鹿仔啦、狗仔啦甲鸡仔因之间的这个温婉婉演这个六角行狗歌的故事啊其实伊是一出真有趣味的这个民间故事。伊讲的就是讲这个做人要有信仰要有道义因为即摆囡仔拢无啥会晓讲台语，然后即摆学校的课程内底嘛拢学台语，我感觉学台语袂歹。即届南投县文化局特别一假日，请布袋戏团来演出，予南投人免费来看戏。布袋戏团嘛讲，逐届演出拢会加入一寡即马大家较关心的大细项代志，亲像即届就甲掠了起的社会事加入故事，予大家看布袋戏嘛会当关心台湾事。记者杨秀丹报道。关心俄乌战争，当地时间16至17，罗西亚以无人机配合飞弹空袭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也有第聂伯罗，死伤人数有到几十人。也那乌克兰这边伫咧17有出动超过100台的无人机空袭墨西哥州，造成一个印度人在内，上无有4个人不幸死亡。
这是附近民众所翕的乌克兰无人机拍到公寓大楼向时的画面，地点是莫斯科州的希莫基，伫莫斯科市中心西北边大约18公里的所在。另外，其他城市嘛传出人家厝甲石油设施拄到空袭的状况。莫斯科州政府甲印度大使馆的消息指出，至少有4人死亡，包括一个印度人，另外还有10多人受伤。罗西亚官方宣称，100多只乌克兰无人机互防空部队拦截，不过摔落来无人机犹原造成损害甲伤亡。乌克兰方面是强调，长距离无人机侵入罗西亚境内，显示战局已經解決。Наша далекобійність – це те, що значно змінює ситуацію і загалом сприйняття російської війни в світі. Багато партнерів зараз дають сигнали, що бачать, що відбувається і як все змінилося і в настрої щодо цієї війни, і в досяжності російських цілей на російській території. 不過，就伫澤倫斯基發表錄影演說進前無偌久，當地時間16、17連續2天，羅西亞用數百粒飛彈甲無人機鎖定首都基輔甲東南部大城第納別羅等地進行大規模空襲，造成數十人傷亡。根據俄烏兩國，還有歐洲媒體報道，羅西亞5月初，也就是聖誕日，進前無偌久，替換空軍總司令等高層人士，隨後大幅改變無人機甲飛彈的飛行路線，還有升級飛彈軟硬體，致使烏克蘭防空系統攔截率降低。另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伫接待了美國總統川普了後，隨要伫19、22天伫北京會見羅西亞總統普丁，中法兩國的戰略友伴關係。普丁後屆訪問中國的時間點，預計是11月伫清泉舉行亞太經合會領袖峰會。公司新聞持家人編譯。今仔日，台灣各地又閣有平湖、金門、馬祖大部分。攏是坐雲到好天，東半部地區甲恆春半島會有局部地漲陣雨，會到伫南部地區甲新竹以南的山區有局部地漲雷陣雨，南部山區嘛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幾率。感謝大家收看，我是敏真，明仔載同這個時間，咱再會。